因為翻咗嚟就有2日啦，未換衫，而家換咗衫，細佬就喺度幫我洗衫。呢度係一條河嚟嘅，一條河到嗰邊嘅。呢個河啲水咧就係咁噶啦。嗰度有個橋，嗰度企住咗3個，有一個拱橋。我哋細個時都係呢條河咧嚟捉魚啊！呢度洗衫啦，嗰度有好整，而家好整，就好似拍電視入邊嗰啲喺河邊洗衫嗰啲古裝戲啊，有點像哈，有點像那個拍戲的時候那個古裝戲啊，那些女孩子要在那個河邊用那個搓衣棒來打衣服啊，洗衣服，是唔近嘅。後面是竹子。要把长的那个，没得尖面的那个不。